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快閘嘅嘛，外邊幸運有你快，中間仲有合夥奔馳啊，第3位出邊時時歡聲，好有心得第4啊，第5內欄位置仲有手機標霸，中間第6呢就小鳥天堂啊，後邊嗰4匹馬翠紅啦，精算暴雪響尾3啊，尾二白衫紅帽個偉金主暫時墊後，咁啊嗰隻就標誌銀河嚟㗎。好啦，過呢個1000米嘅段處啦，合夥奔馳啊埋邊帶頭嘅，響佢出邊就幸運有你啊，俾人頂咗出邊喎，黑衫黑帽就時時歡聲啊。第4位中間又好有心得啦，內欄第5呢仲有手機標霸，第6位淺紫色衫，仲有小鳥天堂啊，內欄尾4位置精算暴雪啊，尾3呢係偉金主啊，後邊嗰2匹馬翠紅暫時墊後係標誌銀河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差唔多直路啦，前面佔先就合夥奔馳帶住幸運有你入嚟啊，第3位內欄呢仲有手機標霸，外邊位置呢咁啊黑衫黑帽啊時時歡聲啦，中間好有心得啊，埋邊呢精算暴雪等緊位喎，揈出去外邊追㗎嘛。有小鳥天堂啊，後邊嗰3匹馬標誌銀河偉金主包尾呢，就係嗰隻翠紅嚟㗎。最後200零米，幸運有你走甩咗第一個身位，小鳥天堂呢個時候開始撲上嚟啦。後邊話仲有時時歡聲，外邊標誌銀河追緊最出仲有偉金主，最後100零米，小鳥天堂依然係佔先啊。外邊標誌銀河追上嚟，小鳥天堂贏出精英杯啊！第2名嘅馬外邊追上嚟，標誌銀河第3呢埋邊。幸運有你出邊呢，咁啊追上嚟嗰隻係偉金主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隻小鳥天堂咁啊終點前一路力佢來犯，咁啊結果贏出呢場精英杯。第2名標誌銀河，第3埋邊幸運有你，第4名出邊偉金主。